佛经经典教育计划光碟使用建议。第一阶段听声音，第二阶段看文字、影像及更正破音字音。第三阶段研究经典真实义。第四阶段受持读诵替人解说。第五阶段扩大弘法，转赠经典光碟，功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邀请